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2月初5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8节安尼讲：既然咱是属历史的人，就谨慎用信心甲疼心做互相加称，用得救的愿望做头盔治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用信心甲疼心做互相加，用得救的愿望做头盔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活命主宰，你是赏赐恩典予万物的真神上帝，主啊！你创造光照伫世间，也呼召阮对黑暗中出来。你使开咱，互阮脱离歹，互阮无搁属伫黑暗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将救赎的恩赏赐阮，互阮通靠你来得胜。主啊，求你使阮坚定的信心，互阮伫这不安的世代，犹原抓牢你的应允，也使阮对你来的困难，通伫生活中有好的行做，来见证你的名。主啊，因为阮既然是属历史的人，就谨慎用信心甲疼心做互相加称，也用得救的愿望做头盔治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